原價160，而家總價100萬，就可以喺珠海華發商都板塊擁有一套咁靚嘅湖景大平層啦。你睇6米闊嘅陽台睇出去就係無敵嘅湖景嚇，整個環湖跑道都有4公里嚇。視頻裏邊係110平方嘅大3房啊，感受下呢啲餐客廳位置，客廳開間都有6米闊，然之後入門口呢度就係一個書房仔啦啊。整個戶型佈局係3+1房啊，然之後6人嘅餐位旁邊就係半開放式嘅廚房，係帶有推拉門嘅，廚房電器都係贈送俾你。好，首付3萬蚊啊，月供大概都係4000蚊左右嘅啫。小區設有直達返香港嘅業主樓巴啊，樓下就係巴士總站，主人房270度嘅飄窗，睇湖景哈。有私人嘅化妝間、衣帽間，